許多頂尖的競賽選手都認為 WAEDC 是全年最具挑戰性的比賽。作為一場純粹的 DX 競賽，WAEDC 只統計 DX 地區與歐洲之間的洲際通聯 RTTY 段除外。因此，WAEDC 的 DX 通聯數量可能與 CQWW 中通常的 DX 通聯數量相近。此外，QTC 通訊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為比賽增添了許多樂趣，也帶來了新的操作挑戰。在 QTC 通訊中， DX 電台會向歐洲電台發送真實的電報，這些電報包含先前記錄的通聯資料。如果完整的通聯記錄被正確記錄，每筆記錄都會為發送方和接收方各加1分。因此， DX 電台實際上可以透過發送 QTC 來獲得雙倍分數。有些歐洲電台，不只是排名靠前的電台，超過70%的分數都來自 QTC 通訊。然而，就像其他任何比賽一樣，你也需要注意倍數。從 DX 的角度來看，這些倍數指的是 Y 實體。對於歐洲電台來說，倍數則來自已通聯的 DXCC 實體以及幾個大國，白俄羅斯、日本、波克、西歐、弗拉芒、蘇黎世的數位呼號區域。由於倍數是按頻段計算的，而且低頻段的倍數比高頻段多，因此40米和80米波段的活動也相當活躍。記住，每一次通聯都是一次 DXQSO。考慮到這一點，即使在北半球存在各種季節性問題的情況下，你仍然可以在8月份的 CW 模式下以及9月份的 SSB 模式下進行低頻段和高頻段的 DX 通聯。記住，每年的這個時候通常是南半球低頻段活動的好時機。對於設備齊全的電台和熟練的操作員來說，在80米波段上進行全球 DX 通聯是可能的。毫無疑問，太陽活動正在減弱，因為世界氣象組織 WWE 的活動高峰期已過2024年底。然而令人驚訝的是，10米波段仍然經常出現很好的遠距離通訊機會，並具有不錯的信噪比和有用的倍率。對於那些正在尋找有趣的活動目的地的人來說，10米波段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WAEDC 於2025年推出了 Y 倍頻器列表，該列表收錄了過去10年內啟動的 Y 倍頻器。網頁連結：去年，一支德國團隊啟用了 GM4S 切德蘭群島，並將這個稀有的倍頻器貢獻給了 DX 社區。所有3張 Regix 2025的獲獎獎牌都將在腓特烈港舉行的2026年業餘無線電展 Ham Radio 2026上，於競賽委員會 DARK-EV Referette Contest 的展位上發放。無法親臨業餘無線電展現場領取獎牌的參賽者，可前往展位領取。對於他們的獎牌，我們提供以非掛號郵件方式寄送獎牌的服務。